我是甲应落做的朋友来啊。应落做的朋友，你嘛咧写歌哦？拄则你唱迄条《花叶树》是我写的。是的啦，我唔知影你是苏文人。阿记，我敢若对你真好奇，听讲你是南部人。若是我甲你讲我的故事，敢会变做一条歌？你讲看卖。我是高雄人啊，厝内咧做小生意，早上嘛无互我读公学校。细汉的时阵，过了真袂歹啦。啊，我甲厝边做比较的二后生同比，差2个。阮2个人做伙大汉。感情一天比一天搁较好。连办公室仔的时阵啊，阮2个人拢几十万也无。15岁迄年，后毕业，伊倒上叫伊去台北大公司学习。走迄暗，阮拼咧溪仔边，山边海水。讲，伊无我会歹娶，我嘛讲。无伊歹嫁，搁约好3年了后，要来阮家提亲。啊，毋过3年了后一直拢无伊的消息，啊，无搁厝的人反对。坚持去台北找伊，找到伊了，才知影已经有无。是嘞啦，我讲伤济啊，对无？我甲伊顶酒。那恁这侪酒啊？这刚你的车？是啊，安怎？哦，你讲是哥伦比亚员工？嘿啊，安怎？我想要请你甲这条恁的文艺部长。文艺部长，这是啥？歌词。歌词。袂赴啊啦。因是要去 Tokyo。啊，当时出发？反正已经出发了吧？飞机。贵啊！
田茂啊，这是啥？歌词，但是阮已经要做好去土桥录音啊。这摆可能袂有啊，这敢真正袂有啊？后面再用啊。重要啊，无咱先收起来。啊，不过你搁会做曲，是不是搁爱练唱？敢有法度？我试看卖嘛。给一个机会嘛。好啦，拜托，祝恁大家平安，工课顺利。安尼我先来啊。見覚えのある顔だ。さっきの方。伊就是写外的时候周天梦啦，知影咱要去土桥录音吗？搁专人送歌词来。やっぱり強い人だ。スタート。阮是阮命里，当西人目睭游记，逍遥较自在，世事怎样不知？阮只知文明时代，写到爱公开，男女双双拜做一拜，跳脱骆驼我上该爱。旧款是怎样？新款到底是啥款？阮全然不管，阮只知影自由花，定着爱结自由果，将来好毋好，含含好好，无烦无恼，跳脱骆驼我想上好。社長、できました。お、ご苦労さん。いやー、山田、ご苦労。はい。安尼，过来。安尼对吧？应该的。哎，来来，包出来，包出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里，哈这里啊，哈这里啊。来来来。你自己去边啦，你包过来。哦，拍摄。哈这里啊。拍摄，过过啊。他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，哎，摄影包的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好，好。社長。哎，阿高，13位什么订了？是，现在。这里哦。部长，今日这早啥？部长今仔心情袂歹哦。是啊，因为咱跳舞时代袂咱好啊。
那是因为你歌写了好。哦，迄是因为你唱了好。那有啦。来，坐。你有听讲小姐要办桌庆祝啊？真的哦，哦，那真好，小姐有老够慷慨咧。是啊，我毋但领袂记的，伊搁我5块银稿费呢。哦，那你要请哦。你捌食过西餐无？哈？我请你来食西餐。敢若咱两个哦。明仔中昼，我来去订位，哈。先生几位？毋是2位。好，来底请。先生无先点菜。我等朋友来再做一点。是，先生。像阮台，有人讲阮台乞丐，我笑世间人乞丐懵懂懵大呆，毋知影急是行人，逍遥甲自在。来来来来，摆做一摆，跳脱骆驼我上该爱。头家，第一组人客，等下等足久。你去遐摕一块糖过来。这是阮头家送互你啉的。你尾当下倒来了，进步真济哦，比咱去录影的时阵唱了搁较好。真好，继续拍拼。嗯。哎呦，2点啊，煞无注意着。哎呀。啊是安那？你有代志啊？无啦，先生，那我先走啊。部长，是的啦，我一直练唱，袂记时间啊。无要紧，还未食饭哦。紧去食饭啊！朋友，你食到未？嗯。咁紧摆练唱，就要练到安尼。啊？是拢免食饭哦。拄则都无注意到嘛。但是啊，我毋是定定安尼。后摆较注意。
查某囡仔身体较烂，莫损着人的身体。是。